台南东北扶轮社响应台南市校园安全政策，申请国际扶轮奖学金9万外美金，捐赠台南市国中小 AED 设备，由台南市政府副秘书长王阳志特别代表市长来授证，并表达感谢。政府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必须要透过我们各界的力量来齐心努力。那我非常感谢我们东北扶轮社台南东北扶轮社甲台南市教育局公司合力，将 AED 设备分配到85间学校，目前已经完成56间，以2年为期限，完成每一间学校建置1台 AED 的目标。总共可以提供到我们的各级中小学捐赠总数大概在85台。那我们今年执行了56所学校的 AED 急救设备。那这个不仅能够照顾到我们这些学校的师生，也能够提供这些学校邻近的这个社区的民众这个急救的需求。AED 中文名叫自动体外心脏电击器去颤器，嘛是大家所讲的傻瓜电击器。学校是学生学习的所在，嘛是社区民众活动的头一个选择。伫个学校设置 AED 会当避免不幸的事件的发生。东北扶轮社嘛希望透过这摆的捐赠计划，会当予更较侪人参与到社会公益。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